维吾尔软件工程师被拘留。诺尔加提是一位维吾尔人，曾在中国广州市的一家名为文化与通信的3D 虚拟现实公司担任软件工程师。他于2018年4月24日被中国当局传唤回东突厥斯坦，从那时起，没有人知道他的下落。在他回到东突厥斯坦之前，他在社交媒体上写道：“我被要求回到家乡，我不知道什么时候回来，甚至不知道我能不能来北部。”多利空暗杀，土耳其没有具体的行动。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主席多利空暗杀声称，在东突厥斯坦集中营拘留的维吾尔族人数已达300万。他敦促土耳其和国际社会采取切实可行的措施。他说：“我们手中有350人的名单，他们都在集中营里丧生。”市委会主席在接受欧亚新闻网土耳其语部采访时表示，东突厥斯坦的集中营实际是露天监狱，更糟糕的是，拘押在集中营的人数不断增加。香港元旦游行上路，在新年的第一天，香港的独立人士举行示威抗议政治自由消失。据南方早报报道，至少有500人参加了该地区荃湾区开展的香港新年活动。示威者穿着黑色衣服，示威中使用了各种颜色的旗帜。抗议限制自由的示威者也要求建立普遍选举制度。美国和以色列退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。美国和以色列正式退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，这一决定对以色列在巴勒斯坦境内的活动，尤其是在耶路撒冷和阿克萨清真寺行动补平道路。美国总统特朗普已将美国大使馆转移到耶路撒冷，他的这次行为被看作对以色列的战略支持。哈萨克斯坦的联合国理事会成员资格结束。2016年，在193个联合国成员国中有138个国家的支持下，哈萨克斯坦当选为联合国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，其成员资格已于12月31日结束。哈萨克斯坦在担任非常任理事国期间，联合国安理会增加了联合国委和特派团委和人员的数量，使联合国安理会代表团在7年后访问阿富汗。哈萨克斯坦是2016年第一个被选为联合国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的中亚国家。截至2018年12月31日，哈萨克斯坦已完成其成员资格期。